欢迎收看《大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要带大家来看讲哦，军政局强调是大程度啦吼。咱看到这个一粒星的这个将军哦，佮有另外2粒吼，咱讲2位啦吼，3粒炮这个校官，即阵佮有检调。怀疑讲交互这个机密和中共啦吼，即阵互被逮捕。咱们看到讲，虽然2个人是15万来交保啦吼，但是军政局退休军官竟然是互吸收，真正是一个大问题。尤其咱讲哦，这个1粒星的这个军官岳志忠嘞，过去佮捌做过啥物？军政处的这个第5处的这个处长吼。官阶吼是上悬的吼，咱讲伊过去咧处理啥？处理香港、澳门这事务吼，咱讲吼情报这个收集吼，算咧伊退休了后吼，去过中国有7摆遮尔济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佮有2位3粒炮退休的这个校官，周天柱甲这个张超然，然后咱讲过去拢是这个特征式来出身，特征式吼在并了后调到军政局吼，2个人交情是介深啦吼。有报道就指出讲吼，因过去因捌甲北京吼做监护，所以甲这个岳志忠。捌实杀过吼，咱讲张超然吼，即摆互人掌着啦吼，升迁羁押去吼，尤其伊是特别的这个中人吼，互人掠的时阵，佮讲家己是台湾第一特务啦吼，家己是冤枉的，敢真正是安尼咧？其实认真讲起来，中共即回渗透这个手路吼，改变过去咱讲吼，拍入去军政局，蒙伊的底，即阵是改做啥？Q 出即寡退休的人员哦，伫台湾吸收人马来发展组织啦吼。战略已经有大的这个转变。透过今日节目，咱就要来好来讲吼，这个台湾军政5处掌握这个强军吼军密啦吼，那么讲机密掌握掉咧，但是中共急要渗透。一定有用意哈。另外，咱嘛要来讨论讲，这个情报收集也好，心政讲话、答言论，也是干扰到咱的这个民主。中共惯用这个渗透方式，到底是安怎影响咱的台湾？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有潭教授，你好。主席，您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经广部新建处参谋官黄培豪，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要来带大家看讲吼，这回咱讲是强调的这个大程度。头拄仔咱嘛已经讲过吼，有1粒星的这个将军也好，3粒炮的这个校官也好啦吼。其实咱要讲到吼，过去伊拢是吼一个看一个，敢若看到敢若中人安尼吼，一个吼过去的安尼看一个了后，咱讲中共就是透过安尼渗透的这个方式吼，伫台湾要发展这个组织啦吼，就交互这个情报啦吼。咱嘛讲到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底吼，已经讲管制3年以后吼，袂当。去中国，但是这个管制期限那是一个月、3年一个月，即係咱讲将军也好，还是讲校官也好啦吼，一个去中国吼，甲咱的这个情报收集了吼，拢送过互中国，要安怎办呢吼？咱嘛看到讲，这回检调是大动作啦吼，但是15万来交保有2位啦吼，另外一个是这个升迁羁押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回吼这个条例到底有改这个必要无？咱先做来看。你有去中国吗？有去，有受邀吗？借过一下，谁邀请你去的？我是台湾第一个特务去大陆。借过一下。其实周边在就是天安门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大陆。伫咧法警的带领之下，军政局退伍的上校张超然透早去台北地检署复讯，针对涉嫌加入去强调案，张超然强调讲，伊家己是清白的，并无去互吸收。而去中国是因为互国家派去做特务，所以才会互检调约谈。还有军政局退伍的校长岳志忠，甲退伍的上校周天柱，不过面对记者的问，伊是一句话都无讲。有没有什么要说明一下？这个绝对无限啊！我说中国政府多少钱？检调查出张超然甲周天柱涉嫌为2013年开始，几啊届往回中国，而且由民间的人士来直接熟悉中国的政治人员，甚至交文件予对方。2016年邀请岳志忠做伙去，而且安排伊甲中国的政治人员见面，后来伊佫捌单独去赴约，所以检调接到通报了后，认为3个人涉及不法，20展开搜查甲约谈，要调查相关的案情。不过，前军政局的校长陈好文是替因感觉真委屈。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是感慨万分。假如这样任意的、随便的就跟我们网络罪名，你不是逼他走这种绝路吗？这有什么好？在我们内心实在是非常难过。
陈浩文表示，甲高志忠已经熟识真侪年啊，讲伊捌伫咧军政局第2处负责收集中国情报的工课，后来改派第5处，长期派驻香港，负责港澳相关的资讯。强调讲，伊无可能是强谍，因若周超然甲周天柱拢是特警系出身的，每手特警系裁变军政局了后，才调去军政局做工课。因若即届3个退伍的将领、军官加入去局谍案。精神了后，张超然去互升压禁见，因若高志忠甲周天柱是拢以15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看到吼，这个阶级上悬的吼，就是这个职业青的这个将官啦吼，是安怎？伊退休了后，佮做过军政局的这个局吼，咱讲第5处的这个处长，哇，遮尔好胆吼，去到中国去，真正咱看到唔惊吗？咱先请教授。其实做过军政局的吼，走去中国大陆，伊本身就爱想讲做中国一定知影伊做过军政局啦。是。所以伊去到遐吼，中国迄边一定想要甲接触啦。啊，这过程中吼，如果若小可失较差去吼，啊，就出问题啦。是。啊，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台湾是民主政治的国家啦，这自由程度，1996到即马拢是自由国家嘛。啊，即马自由之家甲咱评的。到了3分嘛，所以咱个民主法治拢真好嘛，所以伊有做无做，毋是像他拄仔讲的，迄有人在讲做伊可能是冤枉安怎？我的想法是，即种的代志吼，伫咱台湾的民主即个国家的即个状况吼，无可能像伫中国迄边安尼。你看迄咱的4个吼掠的迄，讲什么掠爆啊的，啊即马4个出来拢是。公开认罪，是伊唔敢无公开就认罪啦，无公开认罪要较惨啦。甚至讲伊要掠去以后，我所听到的吼，我内底有我捌的吼，啊朋友有捌迄个郑宇清吼，哈伊的朋友是我上好的朋友，我甲问嘛，伊讲啊因兜的人伊都讲做吼唔敢讲啊，讲惊就愈麻烦。那像咱头前迄个李明哲迄个掠伊后，你安尼9点要甲伊救吼，反而愈麻烦愈严重嘛。嘿，啊，咱台湾吼，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咱是民主政治的国家吼，咱对咱的法律、咱法治才有信心啦。哦，一定是无可能甲伊冤枉啦。啊，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咱台湾的民主吼，一定要有民主防卫啦，防卫啦，民主防卫吼，民主防卫嘛，因为吼。美国这大的国家，你看伊即摆制定偌济办法，拢是要对付中国这种渗透吼。啊，咱台湾是全世界上界艰难的自由民主国家。像来讲，以色列伊虽然是原全民皆兵，但是伊面对的是阿拉伯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这个民族吼。所以伊个团结吼，足好的。啊，南韩甲北韩，南韩是原来吼，甲世界拢有交流，啊嘛联合国的会员，啊北韩不管安怎嘛，无像伊南韩遮个强，啊咱面对的是中国，吼，咱是自由民主比中国足好的，但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伊用足济所在，伊用经济来。作为这个对台湾的参透嘛，是对台湾这种吸收嘛，也是讲对台湾拍压嘛。所以教授你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吼，真正台湾爱设一个这个防卫的这个机制啦，尤其咱讲针对这个退官吼，尤其吼3年管制期以后，啊伊若过，啊咱就无法度处理嘛。啊其实是有的啦吼，其实咱有这个国安法等等的这个部分会当来去处理，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部分就讲啊，有人讲吼，现在这个交保的这个金额遐尔。假啦吼，这个部分敢真正会当保障去啦吼。另外虽然吼有人去有这个升迁羁押吼，啊伊伫升迁羁押要互带入去这个吼台北地检署的时阵，伊佫发讲我是台湾头一个这个职务，我过去就是做这个职务的这个工课，真正毋是所讲的这个吼，咱讲强调也好啦，还是讲吼去伫台湾做一寡这个组织的这个发展也好啦吼。伊讲伊是冤枉的吼，所以有两个赞助先过来请教咱的群义兄啦吼。咱看到讲第一个是交保的金额，就讲真正这个交保金额，敢代表因真正吼可能会当专心来摕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另外咱讲的这个第一个职务，过去因真正是咧做职务的，啊，但是伊用着安尼这个方式来讲，真正就代表伊无罪啊嘛。这种物件来讲吼，有收押，啊有的是交保，15万交保来讲，代表讲因这吼
年纪也足大了哈，所以这个啊，无可能讲有偌济足济钱啊。你若讲我迄商人吼，一交保可能拢几6000万的迄吼，迄种是都袂比啦哈。啊，即嘛15万来讲，这意思就是讲一个间隔啦。警告尔吼，嘿，这意思讲可能是因个情节无遐严重安尼啦吼。你若想看卖迄个迄个收押的即个吼，伊就讲我64是伊伫天安门对不对？但是咱嘛看到足侪人讲，吼，迄当阵排过即个咱讲的即个特务足侪啊，毋是单一一个尔。已经30年啊嘛，30年前的特务甲即摆特务要会比的吼，是，所以除非讲伊有甲迄个即摆现任的吼有交叉吼，安尼迄是伊可能较有迄个新的迄个资料，还是情报即方面的吼。啊，无你讲30档进前的代志啊，讲实在，免讲30档啦，10档进前，人伫咱头壳内底吼，会咱记偌济，迄是足歹讲的。所以为什么会讲啊，有个15万给他交保啊，吼，可能就是安尼的想法。就是嘿，这个交保的这个金额价吼，就是代表伊年岁较济，但是年岁较济，无代表讲伊的人面无快，尤其是吼真正直接着现任的这个军情局，还是讲军方的这个单位人吼。你安怎看咧？一般来讲，吼，阿强迄边吼，伊即马这个啥要吸收这个人吼，有无共款的目的啦。你若讲是军人来讲吼，确实要测即啥迄个就是军报啦，吼，军方方面的情报较济啦，吼。啊，你若一般像你，咱同伊掠迄吼，拢学者嘛。是，学者讲实在啦，当然伊从这个收一寡迄个啥政情啦，哈，政治方面的代志尔啦，哈。其实因为甲军也无啥物好交叉啦。是。所以这个情形都无共款吼，讲所以为什么因掠咱这边的啊掠到的是啥？拢是学者，啊咱掠到的为什么是拢是军人出身的？咱这种即个啥，即个体制来讲吼，对于民主体制来讲，你卖军报吼，军的迄个情报来讲吼，是较严重。啊，你一般迄个政情啦吼，政治方面的讲实在，报纸大多也要看啦，也无啥物大问题啦。啊，无对因来讲，迄个最重要的啦。所以伊感觉讲，你学者吼，在收集即个啥？大陆的或者中国的这种迄个啥政治的物件吼，你就是违反因的迄个啥机密法啦，吼，所以要甲伊掠开。啊，对咱来讲的是讲歹听的，逐工报纸也是电视拢报甲清清楚楚嘛，吼，所以无较共。无较共，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中共嘛是真厉害啦吼，过去吼军情局拍袂入去，即阵吼可能是台湾发展组织的这个方式。咱有咱感觉讲。足奇怪吼，你看因公布的即个4个内底有2个吼，拢是甲军情局有共款，有迄个啥吼，就迄个郑义清，甲即个啥，即个蔡金树吼，即2个。是。郑义清是我学生啦吼，我教过伊啦，教伊那交叉叫做交往吼，差不多20档啊。OK。伊其实吼，应该是啥，摕咱这边的军情局的钱吼，啊去。伫即个捷克家哈开一个叫做中欧政经研究所，是哈，啊开这个研究所哈，本来是讲这个啥，看台湾就学生无哈，因为咱欧洲啦，特别是迄个啥，捷克语哈，拢无法度讲嘛，啊讲啊我咱学生去啊哈，去啊读上好的啦，啊问题你也知嘛，咱若要去啊就读册，父母大概拢无啥愿意啦，大家拢嘛爱选。迄个啥美国啦，还是迄个啥英国啦，吼，即种英语国家啦，吼，啊招学生啊，无招学生要安怎呢？即个想到讲啊，无来招迄个中国这方面的，吼，伊个中国拄啊2013年的是，即个习近平拄啊在推即个啥“一带一路”嘛，是，伊就想讲，哇，即个物件可能是啊较重要，所以我这应该也让这个吸引哈，这个。这个中国的学生嘛，所以伊即摆就全力去啊做这个招学生的迄个代志。啊，问题就是啥？你后壁的资金是来自军情局，军情局啊。OK， 所以嘛是去哦，这个中共认为吼，所以咱怀疑讲，等于哪会知影你的资金位地来？
伊拢知影透透的。也可能是咱这一寡提供因的迄个啥。OK， 所以吼，真正是一个看一个吼，继续咱要请教咱病校兄吼，过去嘛做过咱讲国防部这行政处参谋官吼，这回看这个案吼，头拄啊咱讲昆义兄有讲到吼，真正年岁遐尼大，都真正拢无甲这个军情局交参啊，敢有可能？尤其咱讲吼，现主席咱讲到这个校长吼，一粒星做甲这么大官级的人吼，咱嘛讲到吼，真正伊熟悉的人，还是讲伊过去遮看教出来的人，敢真正拢无熟悉？是啊，这是实在绝不应该的代志。嗯，伫世界各国吼，拢无即款代志啦。嗯，吼，阿强啊是咱上大的敌人嘛。是。啊，恁较早做这情报人员，啊，毋着拍第一线的呢。嗯。啊拼性命的呢。啊，恁安尼家己大家互相为敌啊，过60年。啊，哪会讲退休了后，就规个拢变去啊？所以讲，我就感觉讲，这是安怎？这吼，咱的政府爱负责。嗯哼。毋是讲咱即马政府。是。你看，伊是当时2013年甲2017年。OK。啊，这个时间像做总统，马英九做总统啊。马英九时代讲哦，咱什么9·2共识啦，外交收兵啊。敢若外交收兵啦，伊连吼上要紧的这情报工作，伊嘛收兵呢。伊嘛收兵吼。问题毋是讲你收兵对方就收兵你收兵对方更加派兵，甚至要甲你单核啦，吼，甲你侵入啦，吼。结果是安怎为迄当时咱就为大陆遐拢无派这款的情报人员去结果换大陆迄边，直直派，因直直派，拢不要紧啦，你拢收兵嘛，对唔变讲咱遮足侪讲，咱讲退将拢敌我不分啦，是啥人是你的敌人啥人要甲你安怎官方不要紧啦，大家拢兄弟啦，感情好啦，毋是拢讲嘛什么吴思怀啥拢是迄当时对唔？所以讲，这个吼伊即马莫讲你即马70几岁无啥物影响伊是甲陈虎门同一个时代啦所以讲陈虎门应该是足熟悉你张超然讲64伊是唯一的第一队伍碰风巴掌，凊彩伫遐碰就对了哈。讲实在64当时大陆遐足乱因为着拢内斗伊的控制嘛足松的。是。咱所有单位拢有派人去。所有的单位政治单位，毋是干那伊一个啦。笑死人。所以讲第一点安怎？你做这个情报人员呢，爱有一个叫啥纪律甲迄个伦理。OK。第一上好的情报人，伊规世人拢唔讲的，连伊翁仔某啦、家己的囝儿拢唔讲，迄个第一流的。有啊。有的嘛就退休了嘛拢掂掂。是。袂讲安尼惊人唔知影，我第一个。结果佫有人是安怎甲对方甲迄落，我来讲莫讲因退休莫讲因拢60、70岁安怎？美国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伊一个强派的特务叫金无代，金无代伊伫 CIA 40年呢，做甲差不多要做甲副局长呢，伊当时开始的，伊伫咱迄当时原来伫大陆时阵伊伫天津南开大学做学生的时阵，伊就去美国遐因的美国的军事单位。去打工啦，这就算翻译工作啦，啥？安尼开始，渐渐伊是单线领导，向来领导，周恩来个领导。尾这个人安怎在美国抓到？因为讲安怎？强因一个国安部最近一直讲啥？讲这个台谍迄个台谍的国安部，较早有一个国安部做大开，叫做于强生。这个于强生伊一个小弟叫于正生，即马大陆的迄
政协主席叫汪洋，汪洋前一任呢就叫俞正声啊。俞正声伊兄哥啦，啊伊吼去香港的时阵，伊甲美国吼伊投诚 ，OK， 伊就讲出来讲啊，中国有一个，迄叫第一号间谍，金无代，毋得抓着，所以讲莫讲啥物啊，你闹安怎啊？有诶你所了解的代志，讲实在，你吼一世人拢莫讲出来。有影。尤其咱个看到这个部分，因佫是用到因的这个阶级也好，因的这个职务之便也好吼，啊，中共嘛看你这点，啊，伫台湾发展组织，安尼就佫讲袂过啦吼。对啊，啊，一定你做处长的人，中国要问你啊，是啊，无可能嘛。还佫去中国失败，拢袂去互问，拢袂去互掠，你无可能嘛。所以讲，你甲伊讲啥啊？啊，你互伊啥？这唔知是咱即马啊？为什么讲咱的调查局不然年啊？是，吼，就是伫遐要掠证据嘛，吼。所以讲，咱嘛爱知影讲，咱的调查局也好，咱的国安局，唔是讲拢无啊，假扮无做代志，有呢啊，拢点点来做啦。所以讲，这啥物退将哦，你莫以为讲啊，不要紧啊，我安怎啊，无人知影，无你咱试看嘛，啊，咱足侪案，譬如讲，罗贤哲案，咱一个校长啊，安怎抓着？唔是马英九抓着的，啊，是美国啊抓着的。OK， 美国啊抓着，吼，资料交互咱，啊，马英九唔知就爱办嘛，对唔？啊，另外佫有一个啊，咱陆委会大官的特任的副主委呢，是，迄嘛是啊，阿公啊抓着，交互马英九啊，好散发办一个，结果安怎啊？证据不足，无起诉了吼。啊，伊个原来是国民党做大官，所以讲这吼，这就咱台湾吼，实在上要紧的所在吼。咱来了解讲，加在咱即摆咱百姓吼，颠倒比因吼较有观念啦。啊，阿公啊是啥？阿公啊，就是歹人嘛。阿公啊，就是敌人嘛。阿公啊，就是要甲咱拍，要甲咱啊并吞，要甲咱啊来对咱不利的嘛。所以讲啊，颠倒因迄即摆一个校长啊，一个月10外万呢。是啊，你安尼，所以讲我认为讲吼，你最好讲你领终身俸，你有领着国家的钱，你就莫去。有影啦吼。所以讲这毋知啊，安尼来对得起国家嘛？免讲啊，到时去啊，啊要安怎啊？过来甲你救，啊过安怎？有影，所以咱嘛讲吼，这个一般百姓这敌我的这意识已经非常清楚。是安怎？这个将官退休的将官拢无这个敌我的这个意识吼，可能嘛是这个利润高啦吼。退休金已经真济啊，佫想要趁中共迄手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将官好，校官吼，这回吼，咱讲泄露秘密的吼，因吼过去是安怎来去进行吼？咱看到讲吼，这个退休的这个校官吼，咱讲三立炮张超燕吼，利用这个WeChat，甲中国国安人员来做一寡记接了后，啊讲吼对方是这个 boss 吼大个啦吼，尤其吼伊个暗示啥，暗示讲你着要炸物件吼，炸礼盒等等这部分来去做暗示啦吼，啊所以咱这方面国安单位已经掌握着吼，监听这个部分，自2014年才就开始啊吼，所以已经监听6档啊。咱们看到讲吼，除了这个张超燕以外，咱佫有讲吼，这个退休的这个校官啦，嘛是三立炮的这个周天柱啦吼，啊从退将，咱讲吼，真正是军机这个军局处内底吼，这个处长第5处的吼，岳志忠来介绍吼，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人员，咱头讲了去遐去失败哦，有这也无这，应该是真济啦，但是为什么这个中共拢无爱甲抓起来？尤其伊佫有军政局这个处长的这个身份，你这个处长去到遐，敢会真奇怪？所以无奇怪的话，伊代表是伊甲这个吼中共者可能嘛是有暗来扯起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另外一位吼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掌握未少的这个吼军事机密的这个岳志忠啦吼，就是这个将军吼，甲军政局这个成员各自交互对方吼，真正是都无怪奇啊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过去中共吼，即款这个渗透这个手路，过去拢是安排一寡人要来这个军政局内底啦吼，偷资料也好，咱讲收这个情报也好，但是这回无共款，咱嘛看到讲吼，过去吼，咱讲伊是这个一个拍入蒙伊的底啦吼，但是这个蒙底蒙袂成，过去就是甲这个退将甲伊组织起来，互伊归官啦吼。
咱继续请教教授啦吼，这规关呐关起来，这可能是头起生苗。是，我感觉因为这个世界的大局吼，甲美国即马甲中国在车拼有关系啦。啊，咱台湾吼，即马即个一定爱调暗调调啦。因为即个美国甲全世界，尤其甲台湾即个关系哦，一定是咱台湾若守会调，若会当即个保密，还是讲即情报者哦，会守会调军事的迄个合作，还是讲高科技合作。美国才袂惊吓，全世界才有法度甲台湾合作较密切啦。OK。所以讲吼，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咱即马即个办法内底吼，是毋是会种来思考定一条即条文，就是若即个做间谍判罪偌久以上的，甚至讲若有罪，退休金都拢要收起来。有影啦，毋免讲偌济以上，有罪就爱甲收起来啦吼。若有法度做到安尼来吼，因遮后壁看起来，因就较知影讲，即个代价伤大啦。因为吼，咱台湾面对的即个敌人吼，有一个特殊啦。伊讲一个中国，啊一个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即个认同吼，较容易产生即个混淆啦。OK。所以吼，咱一方面爱坚持吼，就位民主绝对袂使倒退，就讲咱一定要防守好。一方面，咱嘛爱用法律来做一寡限制。我头先讲的退休金这方面，是毋是会用定法律吼来处理吼？应该是靠上介好的办法。上介好的办法，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回是情报收集，咱过去嘛有讨论过，什么？这个心战讲话吼，心战讲话是啥物？亲像这个陈定强吼，这款这个退休的这个军官，同款意思啦吼。一个是收集情报，啊，一个吼是对来讲，对于咱讲台湾本岛内底吼，还是家己国内吼，直接放一寡话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中央电视台吼，中央央视啦吼，因为官方媒体，伫咱10月吼，这个双十国庆了后，安怎开始着吼，一个压咱的这个。一个合作或者大碟啦吼，所以咱嘛讲吼，这回10月11了后，甲这个10月13吼，拢总4个。啊，敢讲有人嘛讲吼，因为因吼有这个大碟案，所以咱要搁塞一个强碟案。其实吼，这个有人讲吼，真正是相对强的这个意思吼，其实应该毋是安尼吼。咱头拄嘛讲着。布线已经布真久啊吼，6档的这个监听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中共吼，伊吼用到这个部分，安怎要来影响咱来台湾吼国内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10月11日咱讲过吼，这个李明基的这个部分啦吼，伊是因为这个反送中去收集一寡情报，去用掠起来。另外，咱还有这个10月12日，咱头拄已经讲过，这个王坤义老师的这个学生啦吼，郑武钦吼，伫咧 Czech Republic 吼去用逮捕啦吼，爱讲吼是策反着中国的这个情报人员。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吼。这个10月13号的时阵，咱嘛看到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这个联合会这个主席蔡金秋啦吼，啊中央电视台讲啥？伊伫2016年成立这个英传媒咯，向中国的学者吼，解讨这个一寡稿啦吼，嘛收集情报了后，啊送互这个情报单位。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台湾师范大学这个退休教授施正平吼，伊嘛是讲吼。过去中央电视台 CCTV 啦，先后吼有30多届参加到两岸研讨会议吼，翕活动资料，也是讲吼记录这个人员这个名单，拢互这个中共认为因是强谍啦吼。所以咱头拄也嘛讲到这个吴钦的这个案，但是咱整个来看讲，吼这个央视被认错、被道歉、被自白这个部分啦吼，先安怎影响到咱台湾的心理？这种我们叫做啥言论战哈？言论战。一般中国较高拍是啥？心理战是言论战，叫做法律战。OK。啊，心理战咱看足济啊嘛，这个军方的这个演习嘛，啊，这飞行机飞来飞去这哈，这就是迄个心理战。是。因为无开枪嘛，啊，不过伊要当啊演习，就咧吓吓你，这就是这种吓吓心理。啊，第二种就是迄个言论战，所以咱电视报这个啥大碟哈，大案哈，这就是叫言论战。我甲你比言论就是了哈。是。啊，为什么要用言论战呢？第一讲，你即摆迄个啥，其实伊公布4个尔。伊就来讲，伊讲有8外个哦，8外站啊，哈，这就是碰风的啦，碰风的哈。真正咱讲实在啦，
咱即马但知影，咱即马个军情局啦、公安局，即马拢无派人派嫌疑去遐嘛，对不对？所以伊根本嘛掠无嫌疑的人啊嘛，对不对？是。掠无嫌疑，所以就掠那个啥，学者哈。是。这样本好了啦，就是这种经营。是。啊，这问题是有差别的啦。你看这个啥，吕梦居，这帮寮的迄个啥，乡政顾问啊。一个顾问呢，伊了有可能内底伊拢无介意讲着伊甲咱这个啥，这个情报单位有啥物交叉？是。无嘛，拢无嘛，对不对？伊报出来拢无嘛。伊就是去个反送中翕相安尼尔。伊敢翕相尔嘛？翕相翕迄个武警吼，在当下训练的安尼。啊，为什么即摆比你翕武警吼？为什么变甲足严重的？因为习近平甲即个武警吼，武警较早本来应该是算警察这方面的，伊即摆改做算军方的啦吼，算军方。OK。所以军方的即摆武警的艺术就像咱伫咧戒严时阵有一个叫做政报部队，哦。啊，你也想看觅，政报队伫遐咧训练的时，你甲翕看觅个。OK。哦，所以伊即摆迄严重就是讲你为啥？你可能是讲啊，我翕较济咧，啊，等下是安尼等下演一下哈，等下演一下安尼。啊，这个问题就是伊出离的问题伫遮。OK。吼，啊，伊甲其他的人哈，你看迄个习近平，啊，伊去参加这个啥，迄个研讨会，啊，甲物件收收的，啊，摕倒来遮，互迄个啥，可能互迄个咱的这个啥，这个公安局啦，还是啥物这种，我实在啦，这拢是公开的资料，这有啥物迄个？是啦，但是就是要乱按一个罪互你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罪是伊即摆差一堆呢，差伫讲哦，你有甲迄个啥，这个情报单位哈，摕钱 ，OK， 吼，摕钱啊。退休，有一个对价关系的时阵吼，伊就认定你有做干掉这个动作啊。所以伊也讲，哎，我无摕钱啦，我讲迄落去啊，甲摕物件转来啊，做人情送互人安尼，佫无啥做。共款啊吼，咱嘛讲到即回咱查到这个强谍案吼，然后真正因是收真侪钱吼，买手若是规关安尼查出来，资金偌济吼，真正咱就会再来甲定罪啦吼。但是咱嘛讲哦，过去吼，咱看到这个退休的这个军官，谁人会来去做这个强谍吼？其实吼嘛是真正，这个利润可能真介济啦吼。咱嘛吼，等下好好来看讲吼，亲像这个退休的这个空军的这个中校啊，杜英心吼，过去伫台湾送啥？送茶也好啦，送酒也好啦吼，也是用招待这个方式来去做一寡旅游吼，去求啥？求迄当阵吼，抑个现任的这个军人啦吼，要求啥？承诺未来台海若是真正发生战争，爱安怎？爱消极吼，莫遐积极来去作战吼，嘛是来打压，也是讲吼影响到咱台湾军队的这个心理啦吼。所以尾仔判啥？2020年10月15时阵，伊违反着国家安全法，判4档的这个刑期啦吼。所以咱看到有4件的这案例，咱嘛有整理到一个这个新闻报道啦吼，咱先做来看。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小连续发布台谍案，引起两岸的讨论。中共人民日报则咧发动文章，批评台湾的政治单位放放风，甚至是想要谋反，化声政治人员放弃台湾保护祖国统一。针对这件代志，刘辉回实反击，批评中共恐吓台湾社会，嘛警告讲爱随停止这款恶质的操作。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借不实的议题分化我国的国安体系以及台湾社会。中共虽然一直咧报台谍案，却嘛轰掠着乌西台湾退役的军官来做强谍。空军退役中校杜英心过去伫咧中国做生意，去互中共吸收，而且佫想要考我生出来的敌军现役中校，希望伊替祖国效忠，甚至是伫咧战事发生的时阵爱消极卖抵抗，毋过互伊拒绝。新北市地方法院的合议庭以涉毒的军官无顾对国家的忠诚，以违反国家安全法。一审判决4年有期徒刑。也若台师大退休副教授习近平、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书去互指控做台谍，伫咧镜头前公开回实咧甲认罪，嘛互两岸学界真意外。最不敏感的学术交流都会被这样被打压，这个东西就形成另外一种所谓的寒蝉效应就是说变成是任何的台湾人民众，你可能到香港、到澳门、到中国的这种各式
式各样的行动，你都必须担心你的一举一动。学者讲，中国审判过程无通讲，这款做法会使讲是反制台美关系变好，剥夺两岸学术交流，而且无设政治红线，恐惊会互侪学者打消去中国的意愿。引来台谍案嘛有可能会引起台商甲伫中国读册的学生，烦恼讲毋对话，可能会互当作是台谍也是台独，怎互人安罪名？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看到讲吼，退休的将军也好，校官也好，还是讲一般的这个军官也好啦吼，那是真正向这个收押吼，互收押来去中共这边，因到尾啊吼，拢会来影响到咱讲吼，亲像现任的这个军人吼，啊未来若真正作战的这个方式啦吼，所以安尼这个一脉相传啦吼，若是军政局安尼，还是讲一般部队安尼，咱单位啊，咱讲国军啦吼，真正就乌有去啊吧？是啊，所以讲这是吼。中国伊即马做的叫啥认知战 ？OK。啥物叫认知战呢？伊用靠咧宣传啦，讲一寡白贼话，啊，无就讲一寡吼，啊咧模棱两可的话。比如讲安怎讲认知战，咱足侪军官，因应该是上爱国的啊，因应该是对国家上效忠的啊，啊情报人员搁原来搁需要安尼，啊结果哪会变安尼？就因为讲你的认知。产生问题嘛？安怎讲认知产生问题？你讲，民进党执政这就台独。OK。所以讲中华民国台湾，袂使哦。我是效忠中华民国。你讲中华民国台湾，这毋是我的效忠。那会是安尼啊？今仔日吼，咱的国家上要紧啥物？你宪法嘛。今日咱中华民国宪法所产生的政府。所产生的国家的总统，这是本来你就爱效忠啊，所以讲这讲起来有诶无诶啊，共产党讲民进党是台独即马民进党执政这台湾的政府就是台独诶，这是共产党讲诶咱的宪法同款一本啊，对毋？咱的国号同款啊，咱的国旗敢变？无变嘛，所以讲吼。这是伊挑你讲要安尼讲济了，咱有时阵老糊涂就讲对咧，嘿，我会反台独，有诶是安尼呢所以认知就已经错乱去啊，错乱去啊嘛。所以讲这个加在咱即马咱的百姓比因脑筋较清楚啦。咱就爱台湾，咱就为这个土地，今日无台湾哪有中华民国？所以讲吼。这个本末倒置这实在是足不应该的代志。所以加在讲，咱的少年呢，咱的台湾呢，咱即马大家拢知影嘛，所以有一寡这个退休的这个将官也好啦其实有诶毋是为钱嘛，是伊的这个认知本地就是。有诶毋是为钱。有诶家己想讲我是为着中国，为着一个中国伫遐效忠，台湾是台独。OK， 所以安尼这个对家关系，咱讲安尼差无啊吗？伊敢有法度来个办？这甲你对家关系无关系啦。OK， 因为讲安怎，这毋是讲迄个贿赂呢，这是安怎？这是叛国的问题。叛国毋是讲有对家无对家，有诶叛徒伊无一定为了钱，足侪即款的叛国的代志，都因为讲你的认知。有问题啊嘛，你认为讲，即摆我效忠这国家变啊嘛，即摆变台独啊嘛，我是无要效忠台独，足侪群众是即款想法。中共真正嘛知影台湾可能有即种认同上的问题。用即个来挑你讲，互你脑筋更加混乱，这心态变去。有影啦所以真正有诶真正毋是为着钱啦伊透过这个认知，也是讲认同上咱台湾本地，就这中华民国，也是讲过去这个中国大中国这个思想伫诶所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去分化咱头拄嘛有看到这个例啦另外咧，咱阁有看到讲退休的陆军嘛是将军伫遮互这个来台湾发展组一个间谍组一个这个中国这个卫官尔定小工来吸收啦其实咱的这个军方的这个战机也好啦还是讲汉光演习等等，还个雷达站也是讲这个万箭弹等等这军事情报，
和中国啦吼。啊，另外这是互吸收租借这个部分，这可能就咱讲的这个利益上的这个交来往来啊吼。啊嘛，引荐到过去讲军中的这个同仁来去参与啦吼。所以2014年12月嘛，违反着这个国家安全法，互判刑2年10个月啦吼。另外，咱看到空军的这个上尉啦，嘛是尉官了吼，甲这个航管的甲空管制手册啦，还是讲相关的这个机密交互中国做生理压制哦。另外再个卖互这个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职务，这咱就讲一层塔一层都是利润上的这个部分。另外还有空军的这个校官一个炮的这个部分，伊讲用什么方式？用卡拉 OK 这个头家来做中人将这个 E2K 这个空中有经机的这个机密交互中国吸收的这个台商啦吼。另外咧，2个人得到100万的这个奖金啦吼。2015年的时阵3月17日，因用这个乌西的这个罪，也是讲泄露国家机密、交付军事机密啦吼，军人违背职务等等的这个4个罪，判20冬啦吼。所以头拄啊，咱嘛讲到爱设一个这个机制伫咧吼。啊，这个机制，咱讲即阵可能敢若这个时间上限制因袂当去倒，袂当去倒。但是这个机制目前也无产生啦吼。那么呼吁即阵一个立法院透过这个案也好，也是讲其他过去这个强调案也好啦吼，真正伫咧法律战处爱搁较更加来去做一寡限制继续，咱个请教教授。对，我头拄仔就讲到讲因为像这即个有一个即个已经判2年10个月，2014判2年10个月即个科小奖嘛。是。啊，即摆出来以后，伊的薪水是毋是原来照常一个月安尼领10几万？就是伊这个退休金嘛，是毋是？咱个照领啦吼。安尼来讲，其实伊做无足重的嘛吼。OK。啊，伊就袂惊嘛吼。啊，我是安尼想啦，我讲咱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民主风味啦，哈！啊，咱是正常的国家，咱嘛无可能随便讲冤枉啦。是。啊，咱面对的国家我真赞成咱黄鹏孝伊讲的，伊真了解我对伊足钦佩，我感觉伊讲得真好啦，哈！啊，为人伊做干爹，毋是干那为着钱，伊迄认同的。认同上的，这个较欠啦吼，有影。嘿，啊，我即摆安尼啦，我想要安尼讲啦，我讲我甲中国在了解因为我这个政治学内底有讲做极权政治中，像中国这种政治伊有可能患一个迄个病啦，什么病？叫做血癌啦，白血球过多嘛，肺癌就对啊。肺癌嘛，因为嘛，伊就是讲伊这咱讲迄个一种鱼啊，足厉害，叫做迄个章鱼8只爪牙。我讲中国是一个800只爪牙的这个恐怖的动物。有影。800只爪牙的拢伸手就要甲你安怎。伊足侪单位拢是情报的啦。OK。你看像去美国迄种，你讲学术界共款，媒体也共款，媒体商业界也共款。即摆去中国嘛，我看伊你讲。做商业的，讲即摆两化什么交流，还是讲创业中心什么，足侪拢是伊的外围，还是伊的组织嘛。800支即个爪牙啊都逐支爪牙拢足侪死盘的，所以讲台湾爱注意啦。你即摆去做去，你去做即个间谍，你毋是干台湾有甲你去掠啦，你反去中国反正去就掠去，反正要较重啦。OK， 有影啦。所以讲我感觉台湾人爱即个爱想啊清楚啦。是。因为中国即个国家是无正常的国家，伊是无法无天的。你讲包括因内底，伊莫讲咱这边，伊那边自毛泽东到即马有罪无罪拢是你斗输就有罪嘛，斗赢什么拢无罪嘛。所以咱面对是中国是安尼即个状况咱台湾人爱想啊清楚，尤其你军人爱想啊清楚。我感觉那干那用安尼讲无效啦，那定一个办法讲，就伊的退休金，那定我那犯以后退休金收定啊，伊就惊着啦。我感觉这咱会用来考虑啦。亲像头拄咱讲的，这判刑确定的，因退休金照领吗？无啦，看是啥物刑若讲第一点种较早因咧判拢是旧法。OK。即摆有改过啊。是。改过即摆就较重啊。第二点，譬如讲迄个郝志。郝志全郝志雄判20年，是，那判遐重。我讲，因为讲咧 E2K 是美国的，所以讲伊这个问题就变讲，你美国是安尼啊，伊的物件所以讲卖互你啊，伊原来有常备管辖权。OK。所以讲你将美国的迄个机密
袂互大陆迄判足重的啦。是啦，所以美国遐有压力。第二点咱怎？为什么讲这款的迄个干也大头，咱一定爱抓，一定爱判，一定爱迄落，就讲美国爱对你会放心。你看伊袂互咱即摆愈来愈进步的即款的武器吼。啊，即摆武器佫唔单咱讲进步呢，啊，咱即摆武器佫会使攻击呢，哦，长的拍到2000外公里，唔是干那防御性的尔，所以讲伊一定爱对咱有信心，有信心啊，莫讲哦，你世界拢是一寡替阿公做工课的人，安尼，所以讲美国因有讲一句话啊，台湾需要讲爱国的人较多，啊，这句话吼讲起来咱足见效的，啊，咱台湾就是因为讲吼，大家吼听到阿公啊，有诶是用钱啦，有诶是用理念啦，有诶是用感情啊，有诶啊，咱这做兵出来啊，酒啉的啊，就直接跪落去啊啦吼，吼，安尼就去啊啦，是，爱国的人伤少 ，OK， 拜托的，吼，不过加在讲咱的百姓，吼，大家为心肝来爱咱的台湾，是，这是上要紧，啊，咱愈多人爱台湾，美国愈放心，会使将迄个愈好的武器互咱，有影，更较放心。迄个高科技的来，结果咱即摆知影，对咱上害是啥物？高科技的即款渗透啦。所以美国嘛看到这点嘛，知咧啦吼，真正的。咱所以看到讲台湾人真正伊甲咱斗掠啦，斗掠啦，斗掠。有影，但是咱嘛，这高科技拢有美国的伊的迄落伊的技术伫内底啦吼，所以美国国内伊嘛防甲真好势啊，但是咱台湾即地，咱家己无防好势，咱要甲美国做啥物款的这个生意啦吼，尤其咱讲间谍啊，遮尔啊济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头拄仔咱讲着吼，因咧制作咱台湾心理上还是讲认知上吼，互恁台湾家己去分化家己，啊用着这个台谍的这个部分啦吼，还是讲吼，咱讲去遐做一寡。翕相尔，就去用认为是这个台谍这个部分啦吼，影响分化。那么讲，这回10月10号以后啦吼，咱看到这个中共开始伫咧 CCTV 用死者吼讲掠到100多站的这个间谍啦吼，台谍的这个部分，因是安怎处理的，咱是安怎处理的吼？那么看到讲吼，其实咱伫2017年的时阵有掠到一个吼中国学生啦吼。职业学生吼，嘛是咧收集这个情报，发展组织的吼，伊安怎发展组织的吼？伊讲吼，交代理由，也是讲吼，美金吼说服咱的外交官吼参加着啥组织哦？这款组织就是交付秘密啦吼，互这个外交官来检举去啦吼。那么我来讲吼，伫2017年3月9号的时阵，3月初9的时阵，北检就甲伊掠去啊吼，法官甲伊裁定羁押禁见了后，检方用着这个两岸司法合作的这个协议哦，随通报中国啦吼，所以咱伫遮嘛有做着啥物通报中国这个动作，毋是过去咱讲吼，咱人互人掠去，伊要安怎，伊是生也是死，咱拢毋知。但是即回咱看，咱掠的时阵有甲通报啦吼。另外，咱佫讲着啥？2019年3月14的时阵最高法院吼用着啥物？发展组织，但是吼无成功啦吼，这个罪名来去甲伊吼处1年2个月，但是嘛是限制伊出境吼。所以咱讲2017年3月初9吼，甲伊掠来的时阵，甲这个2019年这个判刑吼，其实伊受压这个期间吼，已经超过伊判刑的这日子吼，所以无需要搁去做这个吼，咱讲服刑啦吼，所以当庭就释放。但是逐工爱到这个派出所去报道，所以咱看到。咱台湾咧处理着强谍案的时阵，是安怎有赞助的？透过民主方式，透过法律的这个赞助，来去真有路的来去家己做一寡这个审判也好啦吼。所以另外，咱讲到这个中国处理着台谍案的这个部分，咱讲过去去年伊就去用掠去，但是伊是生也是死，咱拢唔知。到尾啊，咱再看到讲10月12的时阵。这个中央电视台吼，则讲吼，真正是讲认错啦吼，被认错，伫遐当庭讲，伊是去互这个咱讲邦寮乡的这个乡长吼，陈雅玲来甲伊吼，互伊骗去的吼，突然间失踪，也是讲互相的这个心理，官方电视台吼，把伊放认错的这个影片来公审。
量化真正处理的这个真无共吼。过去咱嘛来讨论讲吼，到底是啥物案，啊，搁有这个可能有一寡这个其他党的这个人士有涉嫌的这个部分，有人就谣言讲吼，咱台湾处理方式吼，真正是无遐尔透明啊，是讲吼对啥物国安法改来改去，真正是另外一种新的这个白色恐怖啦吼。但是咱搁请教教授啦吼，敢真正有影，咱掠到因就是讲是白色恐怖，新的白色恐怖。敢有遐严重咧？哪有可能？咱台湾自由民主啦，安尼来讲，咱的分数就无可能较悬啊。咱即摆的分数吼，甲落3分吼，比美国甲法国较悬呢。是。所以人迄内底迄个指標内底吼，逐条拢写得清楚的。所以咱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是法治，尤其宪政主义。这个国家宪政主义上较重要，迄个宪法内底拢按照宪法来管理处理，吼，所以无啥可能要到白色恐怖啦。OK， 我是感觉安尼啦，吼，今仔日我安尼想要讲一句话啦，咱吼台湾民主以后吼，咱所有的人吼，拢爱想讲种吼，包括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为谁而战？什么为战争？为谁来战？为台湾人民享受100%的自由民主的制度甲生活方式来战。是。你薪水是人民交税的啊。OK。大家效忠的对象都是2300万人。享受咱即马免于恐惧，无政治犯，无思想犯，无良心犯，这个价值，是，这个价值，咱爱珍惜。这是外一个中国人希望会当甲咱共款，会用享受的啊。是，咱爱好好保障这个价值。我嘛希望讲这个吼，咱这个退休的将军啊共款啦吼，尤其咱即卖这个这个伫军校的这个教育啊共款，这方面其实就简单的嘛。国家的构成因素的人民第一嘛，是，好，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嘛，咱彭先生讲的，中华民国台湾，咱即摆就是国家就是咱2300人啦，咱是为了享受这个生活嘛，咱就爱咱好好维护这个生活，是，好，咱这个代志来处理好，啥物代志拢唔惊。所以真正这个教授这个呼吁吼。无论是咱讲现主是民众一定听入去，但是即阵吼伫咧军校的吼，还是讲真正伫咧军旅服务，未来恁若是退休了后，真正吼看好清楚，认好清楚，认同是啥物啦吼。咱无看到讲吼，退将咱讲强调案各界即个回应吼，咱讲当日文吼教授伊嘛讲吼，过去现今的即个军官吼，拢是吼即个对方吸收过即个相关的阶级吼，是即个将军啦吼，一粒星吼，若是退休军官吼，是即个将军啦吼，即个咱讲2粒。青的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王志成医生咧讲吼，中国逼出这个台谍拢是这个学者，也是讲民间人士，咱查到的拢是咱情报人员吼，这个互相伫遐相抢的这个意味吼，介悬吼。立委陈耀定伊是讲啥？这件代志若是关系到这个两方嘛是个人法律的这个权利哈，所以一定要非常这个小心认真来处理。另外，咱讲这个郑文鹏吼，立委伊是讲啥？台湾若是无好好处理这个强谍案吼，美国甲盟友吼都无爱和这个台湾来合作吼，真有影吼，亲像这个白校长所讲的。咱上尾过来请教咱的群议兄啦吼，整个咱个看起来，台湾真正吼，咱的这个价值已经证明很真清楚啊吼，但是咱吼去中国发展的，也是讲吼，亲像遮互吸收的，有影吼买手卖互伊另外安一个罪名，拢嘛唔知哦。后摆会按什么罪名，咱唔知影啦。伊即阵互吸收去啦，但是买手用另外一个名甲你安咧，哦，你嘛是受伊这控制。所以就毕竟伊是一个迄个威权的、迄个极权的、迄个政权，甲咱民主的政权拢无共款吼。所以咱看到的讲哦，大家拢会用比认罪啊，伫个电视上底认罪吼，这是咱即马伫个民主国家，咱是无咧看到的啊。咱看咱掠着，咱也袂叫伊认罪啊，迄是法官的代志嘛，伊迄就是啥，咧联络迄个人民嘛，所以伊迄是做一个大内宣，就是叫因对因内底人吼，个做一下宣传 ，OK， 吼，宣传啥咧？宣传讲，迄个啥，咱掠着台湾这个间谍吼，因为啥，伊即马外口吼 ，OK， 危机重重，OK， 内底嘛是有危机啊，要
按这个啥，咱来讲啊，吼，要甲迄个稳定啦，伊个说稳定吼第一啦，吼，要追求迄个啥稳定吼，上好的物件就是啥，操作这个危机感。OK。讲哦，你看卖，遐有遐济台湾的干碟，干碟者，恁都要继续注意。伊个这个吼步数，教你讲吼，爱熟悉你身躯边的什么人，什么人。实在，咱若讲2400万的人，当我亚落迄个啥中国，大家去做干碟。嘛，看无啥人啊，就是比起来吼，所以伊个是啥？伊咧做操作这个叫做危机牌。OK。吼，较早是迄个国民党伫个威权的时阵哈，嘛是讲到的危机牌，哇，今晚要来啊，要拍。是，所以这个共产党真正有影，这步真厉害啦吼。过去咱讲平口兄嘛是这个行政处吼，啊过去咱讲政治作战学校拢爱读这个共党理论吼，真正因的这做法就是开始分化好啊吼，还是讲吼，甲你这个认同吼，甲你切落开啦吼，互你这个吼，咱讲吼，互你母甲袂清楚吼，互你制造一寡这个纷纷扰扰，伫台湾也好，伫咱全世界也好啦吼，真正看到中共这步啦吼，所以咱自这个情报啊，讲到间谍这个部分吼，台湾人真正要有信心吼，较爱国淡薄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同心好朋友收看，那马仔再会，拜拜，感谢。